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6月1号的在家会族，我们要分享的是10是赎罪的祭。我们要读以赛亚书的52章13节到53章的12节。先来看今天的金句，上主说，他挨打受苦是我的旨意，他的10是赎罪的祭，他会看到自己的后代，他有长久的岁月，借着他，我要实现我的计划。以赛亚书53章第10节，我们从52章的后半段到53章，经文的摘要在描述预言耶稣基督，他是弥赛亚。53章一开始描述弥赛亚的卑微，后来是描述弥赛亚将承担世人的罪，并指出他的死跟埋葬，最后预言弥赛亚的得胜。犹太人他们拥有以赛亚书，既然他们没有看出耶稣就是53章所预言的弥赛亚，实在是匪夷所思。53章第1节说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其实早在主耶稣降生的700多年前，上帝借着先知以赛亚预言耶稣的救赎计划。今天这段经文在描述上帝的仆人耶稣因人的罪受苦死亡，是一段最终指向耶稣基督受苦代价，他救赎了人类的伟大预言。这里是本书40到66章的核心部分，甚至可以说是整卷以赛亚书最重要的部分也不为过。因为新约圣经多次直接来引用，或者是非直接来引用这里。新约的使徒保罗曾说，因为十字架的道理，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，但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上帝的大能。有谁信呢？这是罪人的一般反应，就是不相信。主耶稣的仆人形象使他失去了吸引力，他的十字架也成为多人的绊脚石。因为我们却宣传钉十字架的基督，这在犹太人看是信仰的障碍，在外国人看是愚拙。这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的1章23节。圣经也说明上帝要用世人当作是愚拙的道理来拯救相信他的人。这章的重点是提到他与我们的关系，他把自己跟我们的关系调换了，因为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孽，这是指引我们进入救恩的重点。因为上帝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的罪孽，主耶稣愿意默默承受世人的罪，使全人类因此得到永恒的盼望。我们来默想，你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可以带给人类永恒的盼望吗？犹太人认为是愚拙，那你认为呢？让我们一同来祷告。感谢耶稣，你愿意成为除去人类罪恶的祭牲，因着你的慈爱，使信靠你的可以享受永生的盼望。求你赐给我们信心，来领受这宝贵的恩典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好评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有充满平安、喜乐、盼望的一天。我们下次再见。